佢俄羅斯人咧係唔使恨，即係點講啊？本身天生個腦有啲問題，我一見到900幾蚊人民幣 call 車喎，你搭撚咗喺邊度嚇？搭去東京啊？係嘛？你 call 架的士去邊度啊？去烏克蘭？唉，真係擺到明俾人揾笨柒啊！好彩，因為你哋遊客身份咧，遇到嗰啲差佬就未必會喐你嘅，因為咧嗰啲差佬係專捉嗰啲喺俄羅斯住啊，咁留學生專門喐佢哋嘅。咁你遊客咧好少少啊，你因為你免簽，你有本 passport，但係佢一見到你大陸人啊，佢即刻屈你啊，話你販毒啊，係嘛？話嚇你係嘛？話你販毒你死啦啊！我哋呢度要槍斃嘅啊，跟住咧就俾份文件你簽，自願咧我自願去呢個頓涅茨克、去盧甘斯克、去紅軍城咁啊，仆街啦嚇！咁啊呢一世咧唔使再見人啦，甚至乎都唔使有呢一世啊？點解咧？去得前線咧，人哋話平均咧1日之內就死㗎啦啊！嗰啲新兵啊嚇！